好，来继续要来讲强谍案，包括着总统府，包括着民进党，拢传出有间谍。国安局上新的报告，为2020年到今，有159个人因为牵涉到强谍案被起诉，其中现役甲退役的军人就占6成。国防部长顾立雄讲，阿强的渗透是无所不在，打来会加强安全查核，也就是不管什么款的改革，一定要查核了后，才会当来接触到机密的资料。双手铐掉的，伊是捌伫宪兵210年做兵的姓赖中士，被人检举漏泄秘密和中共，甚至交放予姓李中士甲姓林的学弟。三人目前一审依照国安法重判7年不等。现在军人变强谍案件有够侪，国安局的统计，最近5年来强谍案都159人被起诉，以2024年64人上阵，其中现役甲退伍的军人都95个人，占6成。共谍的渗透确实是无所不在，几乎有87%的这个比例都是由官兵检举而查获的。现在要着重的就是揭秘的一个查核。对台湾最要窥探的就是我们的国防武力，刚退役的军人下手。因此，从国安局的数据可以看到，过去我们查获的共谍也以这个为大宗。中共渗透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去年开始，针对咱政府机关关键基础建设、甲科技产业等利益进行侵入网络、甲偷摕资料，造成政府服务网一天平均的侵扰数到219万次。国安局嘛指出，中共过会锁定总统国安单位、台积电、赴美国投资、甲强军联合战备警巡等议题，进行认知作战，拍算要制造咱国社会对立。是灰色地带或者所有他们演训，其实对我们都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。可是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信心，尤其寻求地区的和平，这个才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。中共持续利用多元的管道对台湾进行渗透，国军都要时时提高警觉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